喺你問我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其實你一早已經擁有答案，你只不過透過問唔同嘅人確認你嘅諗法係咪真㗎嘛。你唔係揾一個啱聽嘅答案，係揾一個你做咗無悔嘅答案。呢一刻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冇失敗，你會做啲乜嘢？如果呢件事係一件中立嘅事件，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個睇法去看待？呢件事本身壞事嚟嘅，其實係咪壞呢？可能係一份個包裝紙好核突嘅禮物，咁佢成就緊你啲咩啊？幫緊我一個成長同學習。如果你用呢一個視角，件事唔同喎，咁你就開始會聽得到，原來呢一個就係你真實嘅聲音。真實嘅聲音永遠都係輕盈、自在、豐盛。當你一聽到好沉重啊、好唔開心、好緊張，嗰個絕對唔係你要嘅答案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當你願意去聆聽內心嘅聲音嘅時候，去揾出事物上面嘅多樣性同可能性。所以去學習、去感受、去感悟，唔係睇書學到嘅，係一種內在嘅感悟出翻嚟。所以嚟到覺察嘅原因就係讓你有一種感悟嘅心，喺每一刻都可以呈現。PM 我哋究竟覺察點樣可以幫到你嘅人生？點樣可以讓你有一個全新嘅視覺去看待舊有嘅事物，讓你嘅世界變得不一樣？